样他心里自然有数，莫要在此多嘴。晴柔，你家主子一会儿来找你了，快醒醒，晴柔，醒醒啊，快醒醒！孔双双来了。公公，你没死啊？你说谁公公呢？你才公公呢！你全家都是公公，快起来！孔双双来了，快起来呀！你再让我睡1分钟，就1分钟。我不管你了。双双姐。易晴柔，你竟然敢偷懒，给我起来！竟然敢偷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双双姐，哎，给我留一发！也不知道剧组为什么给我找这么一个助理，看来得给你立点规矩了。厅长，第一，只要我在片场，你在我旁边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。第二，不许偷懒，不许睡觉，不许吃零食。3，来，记住了吗？可以重复一遍吗？不是说都记住了吗？双双，导演找你。来了。回头再跟你算账。是不是在我背后做什么小动作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这样你也不敢？把椅子拿着，过来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哎，停！哎，走了，配合一下啊！走了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导演，再来一条。我们再来一条啊！尹晴柔，你刚才故意的是不是啊？水。真是。倒。给我倒。
你先生，你伤心是不是啊？给我倒热水，我要洗眼睛。干嘛呢？安静点。导演，对不起啊。手机。李先生，你拍的是什么呀？我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绝色倾城，我见犹怜。你拍这样，我能发朋友圈吗？对不起，双双姐，我不太会照相，不好意思。分明就是偷懒。算了，我找剧照老师要几张好看的，这些就不发了。然后配上点儿形容什么绝色美女的古诗，要点高大上的。哦。摔坏了不用赔呀，你小心点儿。对，没错，多少演员哭着喊着都想上你的戏，就算是让他们打酱油，他们都乐得高兴开心。哎，张导你就放心吧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谢谢张导，哎，张导再见，张导再见，哎。哟，双姐，讨厌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嘿，谁敢说我们双老啊？双那在我心里那是那么的有气质，那么的漂亮，那么的年轻，对不对？整个组就属你嘴甜。哎，你说这候了半天场，我都饿了。孟导，你车里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就这事儿啊，别人没有，双姐必须有。哎，对了，我那儿啊有好东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千万别跟我客气。走吧。走。这边。我只有2只手，什么都让我一个人做，有钱就再请一个助理了。我又不是机器猫，要什么就有什么呀。双双姐，要死啊！讨厌。你呀，就敢在背后瞎嘀咕，那孔双就是欺负你老实。哎，你要知道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得有反抗。你这要是在古代，早就香消玉殒了。我只知道反抗越大，压迫越大，我可不想死那么快。哦，我真的是懒得说你。来，你就做你的贴身小丫鬟吧，早晚有一天呐，让孔双把你给折磨死。喏。哇，阿广，你就是我的机器猫，你就是如来佛祖派给我的天使。有点常识好不好？如来和机器猫不是一家的。去，反正不管了，随他去吧，只要弄好了就行。你赶紧把你家女王大人找回来吧，我得给她补妆了。Yes sir， 我走了。喂，双姐，哎，副导演现在叫你呢。我不太舒服，你替我跟导演请个假。喂，人家还没说。孔双，哎，双呢？双姐，她肚子疼，刚上厕所去了。这么多事儿你们。我来了啊！靠，古代这样的，你说这剧组究竟有多穷？我这堂堂一化妆师，还得干群演的活。导演说明天让我去穿一场太监的戏，让我试试这衣服合身不合身，不合身还得让我自己改。1份钱8份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？咱们俩真的是同病相怜了。这孔大小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也不接电话，导演都快把我骂死了。哎，这都几点了？说不定早就回宾馆了。咱们俩呀，也早点回去算了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是去附近找找吧。
要是被孔大小姐知道我扔下她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被她扒几层皮。算了。行，那你快点收拾，我一会儿跟你一起找去啊。真的吗？阿广，你真好。快点弄吧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你穿这衣服还真像太监。烦死了。哎呀，东西就放这儿吧。你还要带走吗？孔双双的东西在这儿，谁敢拿？哟，我又不是孔双双，化妆品好贵的，咱们剧组那么抠，100块都不给我，烦不烦？好吧，瞅你那损死。走了。孔双双，双双姐。孟导，啊？我听说你在帮张大导找下一部电影的女2号，是不是啊？哟，可以呀，你这消息够灵通的。怎么着？有没有档期啊？孟导的事您都发话了，我有没有档期还不是看您吗？你可真是抬举我了。我觉得吧，这女1号还是蛮适合你的。你说他能去哪儿啊？真烦人。哎，那儿怎么有辆车啊？走，过去看看。孟导，我其实真觉得你人挺不错的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点，或者给我点暗示，害得我都不敢追你。这样，以后啊，不要叫我孟导的，叫小江。那我叫你江江吧，江江多可爱呀！不，就叫江江，江江好，江江好。江江啊，那你可别忘了刚才你答应我的事儿。回头等你把事办成了，我就跟你相处。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啊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。好。这死丫头。这么半天了还不接电话，死丫头，敢挂我电话，反了你了！急什么急？反正都迟到了。来，再陪我喝2壶。好吧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干杯！啊！快点儿！哎呀，过来！你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儿！你这没良心呢，这不都是为了你？孔双双没走，咱们能走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以后要是成了大明星，我让你当御用造型师还不行？得了吧你，指望你我不得饿死啊！哎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。来这边。哎呀，笨死了你！快点吧！过来。过来。哎，别乱动！你妈没教你不许动别人东西啊！哎，阿广，你说咱俩是不是真找到宝贝了？这什么呀？哎，不会是召唤石龙的石头吧？哎，赶紧找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6块呢。哎，一边去吧你！你说我们要是真找到宝藏了，那我立马辞职不干了，我再也不用受孔双双的气了。哎，哎呀，我，你看，哇，
少华，你看这什么呀？好漂亮啊！不知道。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青州，不会真有七龙珠吧？哎，那第7颗在哪儿啊？你傻呀？你手里这颗啊？哦，对。我的妈呀！不会真的召唤神龙了吧？我不喜欢爬行动物。别怕，不是说7颗龙珠能召唤神龙，实现愿望吗？你快想想你的愿望啊！我的愿望，我想不起来，你还是说你的吧。我的愿望是，我想成为比孔双双还要红的 super star。王爷！哎，你们哪个组的？哎，别光看着呀，帮帮忙啊！小将军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派人把独孤先生找回来？木已成舟，就算找他回来，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再说了，如果能被你找到的，就不是独孤远了。王爷，什么时辰了？王爷，不用去了。刚刚探子回报，大王爷孤军奋战，被敌军围困，战死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去报信？王爷受伤，我们只能先送你回来。混账！我不是说过，拼死也要救大哥的吗？王爷息怒，此去邙山最少也要3天的路程。按照探子回报的时间来看，就算我们能赶到，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都怪我，我应该尽早查出二哥的阴谋。王爷，这也不能怪你啊。二王爷心思缜密，又城府颇深，就连皇上和皇后都被他蒙蔽。这次若不是你误打误撞，也不可能查出他里外通敌，设计陷害大王爷。伤我的那个人呢？在厢房，御医说他伤得很重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来。王爷，大王爷崩逝，皇上和皇后必定伤心不已。这时候还是进宫比较重要。对。李章，你留下，一旦那个人醒来，立刻汇报。是。尹浩，随我入宫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母后，还望父皇母后节哀顺变。妻儿啊，你大哥他……父皇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让大哥死得不明不白。有朝一日，儿臣必会为大哥报仇。三弟说的对，邙山国欺我朝无将，儿臣愿披挂上阵，替大哥报仇雪恨。绝对不行，怡儿已经没了，你们2个谁也不许再跟我提上阵杀敌，不然的话，
就是存心和我过不去。想不到二哥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了皇位竟不惜手足之情。若不是看在父皇母后太过伤心，不忍给他们雪上加霜，这次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王爷，二王爷的野心已昭然若揭，现在是大王爷，难保下一个不会是你。我们还是提早做防备的好。我从未有过争夺皇位之心，二哥心里应该清楚。可你的存在对于二王爷就是个威胁，不然如何？我怀疑王爷这次受伤不是意外。刚才那人是否已经醒来？还没有，不过我们已经审过他的同伙了。一开始还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什么剧组、导演，还说我们都是假的。难道是疯了？装疯卖傻而已。我只不过找人抽了他几鞭子，就什么都招了。他招了什么？他说他和他家小姐是在游历山水，半路被山贼劫持，山贼起了色心，他家小姐不从，就从悬崖上跳了下来，他也跟着跳了下来。那依你的意思，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看他的样子，确实害怕极了。谅他也不敢说谎。那只能等他醒过来之后再问问了。启禀王爷，人醒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我怎么做梦还是在拍戏啊？姑娘，阿广，孔双双来了我就睡不了了。哎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哎呀，你烦不烦呀你？大胆，快说，是谁派你来行刺王爷的？哇，好帅啊！有便宜不占，王八蛋！你开始。来来，我往这儿。